90年代的民主洪流当中，让我们意识到新闻开始的奔放，包括当时的政论节目，包括当时的新闻节目，让我们开始去看到台湾的政治环境做了一系列的改变。因为80年代的民主运动促使了台湾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，对于舆论市场监督政府的渴望。相对的，当时我们也羡慕着相对自由的香港，但是物换星移，在1995年创立的苹果日报经历了26年，在6月24号在香港决定发放最后一期。当23日他宣布的时候，香港无不悲鸣，因为他们面对中国的威权，那是最后一份认知的力量，监督的力量。香港人在风雨当中送走了苹果日报。回顾苹果日报这26年来扮演的圣经地位非常的重要。97年的时候，香港回归中国，曾经说过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捍卫了香港媒体的言论自由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它就这么样的被中国侵蚀。香港过去经历非常多次的民主运动，从2003年中国意图改变香港现在的法律，开始介入了相关的选举，到前2年反送中运动里面，苹果日报成为向国际发声最后的角色。黎智英也因为这样2次被捕。当23日相关的干部陆续被放出来之后，他们都背负着国安的相关的罪行。中国的黑手已经打压了言论自由，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特区。回顾台湾经历的民主社会的过程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呢？90年代台湾第4台开始兴起，我们的父执辈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，对于政府的威权，过去戒严体制，开启是做我要畏惧还是独立的思维。我们也在那时候开始划分出蓝绿的区隔。在我们小时候看见了黑金政治、派系政治、国际政治，一直到96年台海危机，我们都活在当下。6月19号的晚上，我参加了国际桥牌社第2季的首映会，我感触非常深刻，因为里面第1集的内容唤醒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，那是言论自由后第一波的民主监督，也就是新闻的权利夺回到人民的手上，夺回到媒体的手上，夺回到电视台的手上，那是多么难能可贵。可是这几年的影音环境整个改变，因为媒体趋势的改变，电视台在第4台蓬勃发展之后，开始兴起了相关的市场区隔。电视台为了制造更多的戏剧，包括一些长寿剧，一做可能上百集、上千集都有可能，它必须压低成本，因为要符合广告利益，尤其是多家分食广告利益之下，台湾的电视台又这么多，所以变成戏剧的品质不断的下降。当我那一天线上看到国际桥牌社的时候，我非常震撼，台湾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戏剧，甚至它是台湾第一部以政治职能、政治背景为手段的剧。这样的剧它虽然集数不多，但是拍摄的品质让我非常的惊叹。过去我们在羡慕韩国，尤其在2005年的时候，韩剧大幅的崛起到台湾来，韩国许多的产业也趁机而上，这就是政府有效率的去培植软实力对外发展。但是台湾不是，我们韩了数十年，结果我们在做的事情比以前更离谱。当我听到汪怡欣导演说上架的问题，作为一个媒体人出身的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。我不希望好的戏剧也在台湾结束，毕竟他拍摄的过程是以台湾近代的政治为背景，或许是你我经历过的那一段，但是比我们年轻的太阳花世代或许更应该了解那一段。或许在民主启蒙的这一段里面，他们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参与的历史，那就会奠定台湾永久的历史，就不容易像香港一样被威权所侵犯，因为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民主生活。